花莲、台东甲屏东是为昨开始一直咧落雨，有真侪车路封路、暗坎用水。台东往回人士和绿岛船帮嘛拢取消啊。那屏东往回小琉球的部分，本地是今仔日下晡才会停驶，不过因为风影伤大，透早是紧急宣布，早起9点过就拢暂停营运。道路尤其微早，因为头前崩坑已经出现积水，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，花莲12暗时出现第4强降雨，造成7卡船客明显中水，管府赶紧封锁附近崩坑。大雨啦，伊带着风啊无好作业，所以大家拢无出去啊。13透早西南风增强，带来水汽，台东继续落雨，沿海应关大约2米，往来兰屿甲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，渔船嘛拢密入去港口。绿岛兰屿因为强降雨造成红头溪有大量落公埋水，流入去北台湾。红头溪下方处就是还是看得出来被冲刷的一些沙子，就囤积在那个滩头那样子，海平面都看起来就是浑浊黄水，但是村洞里面没有什么在一起。交通船伫大影当中困难前进，亲像海盗船。屏东沿海透早海上变歹，原本下晡才停航的东流线，业者陆续宣布9点了后停航，拍乱小琉球居民甲游客的行程。开饭店在那里，我都没有地方没有人住啊。怕淹水了哦。对。现在就是在等啊。对啊，等候通知就对啊。民众赶坐最后一班船紧急停航嘛，造成小琉球4间好好营养午餐无法度送去小琉球，业者只好装车载回去。我们要带回去，4爽，国中国小。就调整吃比较简单型的东西这样，然后是从琉球这边看有没有厂商可以供的这样。路边正边出现大约15公分的积水，歹天气唔哪影响海上，一直落雨加上满调，互东港共和街船头路顶路段出现积淹水，万丹的万丹路段嘛有广告棚架倒落来，讲到停伫路边的车阻挡通行，加载无传出伤亡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